黑色的，是給蛇蟲之毒準備的回龍丹。你们都听好了，到外面谁都不能提起，我这裡有解毒藥。芈月這次自尋死路，我們當然犯不着救他。你們不懂，這藥可以救命，也可以惹禍。救命不一定，惹禍卻是一定的。是。夫人，孟昭氏来了。魏夫人，魏夫人，这下坏了！大王发脾气了，后宫都乱了。那和氏璧竟然会杀人，大王下令彻查。我已经听说了，听警示说，王后也吓壞了，她還吃了從楚國帶來的解毒藥。下一步會不會牽扯到我們？唉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。事情發生到這一步，也確實是出乎了我的意料。你趕緊回去吧，從今日起，緊閉門戶，跟誰都不要再提起那個惹禍的東西。我們跟他從無關係，也什麼都不知道。是。女医治，您不是扁鹊高足吗？您看出什麼來了？此毒確為蛇毒，而且有可能來自於楚國。楚國？奴婢在楚國行醫多年，對蛇毒只怕比秦國任何人都要熟悉。此蛇毒該不是一種，至少是3種以上的蛇毒混在一起。楚國的蛇毒居然進入寡人的後宮了。雍瑞那邊有消息嗎？中行先生特立獨行，神龕也可以當信使用。拿來，走吧，走吧。干什麼呢？小人是做小買賣的。家中老母生病了，着急趕路回家。拿下！不是，我有什麼錯呀，官爺？中年肥胖，不是咸陽口音，想要出城的，全部扣留待審。帶走！不是，官爺，我沒犯什麼錯呀。大王，那個賣和氏璧的商人和他的背後主使中行期已經給抓回來了。抓了？是。問他們有解藥嗎？中行期雖很嚴，一個字不肯吐。倒是那個范谷什麼都說了，他指天發誓說，不知道和氏璧有毒，所以根本就沒有解藥。老農派人在他的鋪子裡搜了個遍，也確實沒有發現解藥。下毒之人要防身，既然下毒，必有解藥。寡人就不信這咸陽城裡找不到解藥，馬上重審那個范谷，還有。讓雍瑞一定要撬開中行期的嘴。是。還有何事？大王，雍大人跟老奴說，那個中行期曾經與張子有來往。此話當真？當真。讓那雍瑞好好查查，到底怎麼回事。是。據報，韓國因為大戰製造弩箭40萬支，長矛15萬支，趙國徵集戰馬2萬匹，徵兵8萬，魏國也已徵集重甲5卒1萬人，戰車2000駕，
征付3萬人，徵兵10萬。楚國更是答應20萬兵馬即刻出征，再加上燕國和齊國，諸國的兵馬統共在60萬之上。大王，我大秦眼下王軍以及各封臣的兵馬，能召集在一起的兵力也就20萬，兵力部署明顯寡不敌众。寡人知道了。干嘛？臣在。从今日起，由你带人按照户籍登记，除残疾外，征兵年龄降为15岁。臣领旨。司马错。臣在。寡人授你兵符，调动10万王军，立即进驻函谷關，操练布阵，準備御敵。臣領旨。楚力奇。臣在。你和宗室封臣們交涉，盡量籌集更多兵丁、馬匹和糧草。臣領旨。寧華。兒臣在。你建造盔甲、弓弩、箭支、兵器。是。雍瑞。臣在。你除了給寡人盯牢各國的動向，還是先完成手中未完之事。遵旨。至於張相、張子，臣在。大王，張儀願請命出使諸國。諸國聯盟並非同築之長城，張儀願憑3寸不爛之舌，撬開其中之縫隙，在大戰之前為秦國贏得時間。此事寡人還要再思量一下。哎，張子，聽說你也被捲入了這和氏璧的是非當中。哼，這和氏璧，說來慚愧，我跟他有不解之緣。難道當時張子就不疑心其中有鬼嗎？關心則亂。我也是後來發現其中種種之蹊蹺。張子可知這咸陽游士當中有一人叫中行期的，此人在咸陽城中很是吃得開，實在令人矚目啊。知道，我們相識在魏國，是個能人。哦，原來張子與他是舊友，難怪他曾經拜訪過張府。雍大人怎麼會對此人如此在意啊？此人與和氏璧的案子有關，如今他在我的手裡。